喂喂喂，你有冇諗過點解有啲阿伯阿婆成日笑騎騎，成日去飲茶食飯，銀包仲脹卜卜，係咪中咗六合彩啊？定係佢哋有啲我哋唔知嘅秘密？哈哈哈！今日我就嚟爆料啦！我係發財哥，專同大家講有用資訊，得閒分享收息，保本退休生活資訊，希望你日日開開心心，袋袋平安。今條片我分開幾部分，首先簡單講最新2025情況，之後爆啲鮮為人知，好多老友記唔知嘅隱藏優惠，同埋發財哥獨家5大精端觀點。記得睇到最尾會有更爆嘅資訊。如果你想知最新秘聞，想快過老友知最新猛料，記得即刻訂閱啦。首先最基本嘅長者咭，65歲以上香港居民人人有份申請，寄信、上網、親身都得。呢張咭好似萬能鎖匙咁，出街食飯飲茶，大家樂。美心 MX、華星冰室、85桌 C， 甚至吉野家、譚仔，刀一刀就即刻有折。平時放50蚊嘅早餐，刀咭變到35，成日食都唔使肉赤，講錢講錢。2025年2月開始，生果金即係高齡津貼，70歲以上唔使審入息，每月加到凡一640，聽落家伙70蚊，一年就多人840，夠你買幾十個菠蘿包啦。而且好多老友記唔知，今年仲有額外半個月，等於多份820。政府突然塞錢入你戶口，開心到想跳舞。65歲以上有經濟需要嘅就申請長者生活津貼長生津，每月劃一扒450，資產入息有限額，但好多人都過到骨。今年一樣有額外半個月，多貨2號125，哇！一次過多2000幾，夠去街市送貨。醫療方面，長者醫療券每年毫2惡，儲到旁8澳，用嚟睇私家醫生、物理治療、驗眼，超方便。75歲以上長生津受惠人，連公立醫院都豁免收費，病咗唔使驚使錢，2元乘車優惠。60歲以上用樂悠咭，每程攜2，地鐵、巴士、船通街去。不過記住，2024年8月25號之後，舊八達通唔用得，要用樂悠咭，唔好再用錯啊！好，入正題，發財哥今日爆啲好多人都唔知嘅隱藏版福利。第一，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，社區券呢個係試驗計劃，但係已經好成熟。社署俾券你自己揀家居清潔、日間護理、復康運動，跟翻你收入份共同付款級別。有啲人一個月只使俾幾百蚊，就有工人上門幫手沖涼、煮飯、陪去睇醫生，好似請咗個私人管家咁。上個月我個老友記龍仔80歲獨居，用咗社區券，每個月只使俾窮如白。工人星期1至5上門，佢話終於可以鬆一口氣，唔使成日煩仔女。第二，長者維修自住物業津貼，60歲以上業主入息資產過渡關，上限陳80俾你收樓，水喉爆漏水換家扶手，全包，好似樓宇整容咁，屋企變靚仔又安全。我認識個梅姐居住60年唐樓，用咗60歐換晒喉管同地板，而家住得舒服到唔想出街。第三，關愛基金長者牙科資助，好多老友記怕睇牙貴，但呢個計劃免費洗牙、補牙、裝活動假牙，去長者中心申請，批咗就去指定診所，0蚊。上年強哥裝晒全口假牙，原本私家要幾萬，結果零成本，佢而家成日笑到見牙唔見眼。第四，香港電燈長者電費優惠，60歲以上獨居或同長者一齊住，又領綜援或有資格領，每月投百度電4折，仲豁免按金同最低收費，一年慳幾千蚊電費，開冷氣開到爽。第五，香港電信長者愛心線，60歲以上免費家居電話線，裝線費月費全免，雖然唔包 I， 但打本地電話任打，好似有條免費熱線陪你傾偈。第六，持續進修基金，雖然18歲以上都有，但長者一樣用得，上限扶25個學興趣班、電腦班、畫畫班，出席70%個考就俾錢。政府有長者學院，好多免費或平價課程。我個老表70歲學咗智能手機，
而家玩 WhatsApp 玩到飛起。第七，護老者津貼，呢個係俾照顧者嘅，每月婆3木，智婆6伏。如果你仔女或工人照顧你，又低收入，就可以申請補貼照顧者生活費。第八，日間暫託服務，仔女要外出，長者可以去日間中心暫託，一節圖21起，有飯食有活動，照顧者可以偷懶1日。好，講完基本同隱藏，而家發財哥獨家5大精 fit 觀點，聽完你會覺得我係你老友咁貼心。第一大觀點，千祈唔好覺得我有啲錢，唔使申請生果金無資產審查，70歲就自動有一伏640，唔申請等於白白冇咗撒一640，就好似見到浮100蚊喺地下，你掹腰執定係踢開佢？當然執啦。第二大觀點，長者閪同樂悠咭要一齊用，長者咭食飯買嘢有折，樂悠咭2蚊搭車，2張一齊拎出嚟，一年慳幾萬蚊。好多老友記淨係用1張，嘥晒啲着數。第三大觀點，醫療圈唔好唔用，儲到8000蚊，攞去驗眼配眼鏡，睇中醫，做物理治療最抵，因為政府醫院排期內，用醫療券睇私家即刻搞掂，唔使忍痛等，就好似有張 VIP 卡，一到你即刻入得。第四大觀點，社區券同維修津貼要早啲申請，排隊等好耐，早申請早享受。我見過好多老友記等到間屋漏水先申請，已經太遲，搞到好狼狽，就好似買保險，平時唔買要用先嚟後悔。第五大觀點，護老者津貼係雙贏，仔女照顧你咁辛苦，申請到3000至6000蚊俾佢哋開心，你又安樂，一家人和和氣氣，一舉兩得。唔好覺得俾錢仔女好心痛，呢啲係政府出，唔使你自掏腰包。最後爆料，2025年開始，社區券會加到12000張，院舍券都會加，機會多咗，仲有試驗計劃，攞用援嘅長者去廣東住認可安老院，每個月多5000蚊，返大陸養老都可以慳到錢。總之，長者福利多到數唔晒，用盡佢哋退休生活先至安樂。祝大家生活愉快，身體健康，記得 like、share 俾其他老友記睇，訂閱發財哥。下次想知多啲，記得訂閱，唔好俾其他老友快過你知。拜拜。